你做國術以前，可以做馬嘅頭路啊？對啊，咩都嗌冇，佢做冇問過。嗌係中文呢，嗰種嗌係啲報社啲出版社，也係雜誌社。做主編，做編輯邊的，我說你也是走歪路的那種，吼，剛剛你會點過一下過的喏？其實就講，就像我講阿公哦，佢做斜槓，佢要希望誒，要做三工。那斜槓的基因，哦，爸爸還使你因為釣魚誒，釣魚冠軍來嘞，哦，他爹基因，哦，嗰種我就知道，當槍這種也是個，其實每三年最有按那個帶啦，除非一隻創作者，除非看自家樣板是很沒有本自家伊按那個才能伊表達出來。就像伊哦，蠻重要啊。就會他把人就會會好奇，就會嘅。不過我講我唔咩創作者，可能用身體創作啦。不過我講我唔能咧創作，係真的從零開始，演唔係從零啊，原來有劇本，有拖延。不過我們係從零開始。不過我對這種創作跟能量係怎麼爆發的，我都會很好奇。你去講底下，給那個爆發是為什麼？像親祖也做一類人他都去講個土地，你講人家個身邊就會土地，就會台地。所以呢，那邊嘛個人，我種嘛個全部都做的。我說真嘅係個台詞演本的東西。那個創作能量係台詞演本嚟講。所以我不看，我無論係一做帶啲玩壇，200人點200-300件誒，那個素材，甚至一下帶到5了6了，那個工藝吼，不過呢，我做係中青都會發錯，每種發錯，加個形貌，加個色模，佢生長的時節的條件。有的要是較多水，有的會水要較少，所以也本來親切接的一種啟發，就講美術高誒，也美術史，每隻作品其實像一粒鹽樣誒，也係乜個鹽，佢會上到其實係樣相。